2月6號地當，也造成台南市154間學校大大小小的損害，包括厝面破損、水塔倒去、天棚的輕鋼架落落來。對此，立委陳廷輝甲議員陳怡婷特別邀請教育部甲市府教育局以及各位校長進行座談，探討在後的修復甲學生的心理輔導問題。到底我们这一次0206地震之后，到底我们学校的状况灾损到什么程度？那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教育部能够把我们的灾损经费这一个款项，尤其今年度才刚开始，这一个款项是不是先要把它预备出来协助？否则现在大家都担心，如果再一次的地震怎么办？如果没有赶快来做修复的话，再一次的地震能够在安全让学生无虞吗？对此，市府教育局在2月7號就啟動學生安心就學計劃，指示各校在開學之前為受災學生準備好教科書，提供交通協助，也為無法度來上課的學生進行個別的教學計劃。心理復健計劃這個部分呢，其實我們從開學前呢就已經啟動哈，也就是說，第一個我們對於受災學生哈，我們是安排1位心理師跟1位社工師哈，跟他們呢做這個每天哈至少呢都要有電訪哈，那也都呢在。這個學生不管是在居家或者是在醫院，我們已經都做了這個親自的這個探訪哈，那了解學生的這個狀況哈。教育部常務處長林騰詔除了感謝台南市教育局馬上啟動學生輔導諮詢中心，協助相關輔導工作，也表示在人力和經費的部分會全力來協助。基本上我們大概就是以一生一檔案，一生一社公司。的方式哈，那麼來這個協助這個處理有關這個學生受創那個心理的復健的這個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事宜哈。4個的部分呢，如果是在這個部分相關的經費有所不足的這個部分，包含台南市跟高雄市的部分，那在2月12號開會的時候，我們也提出來，就如果經費不足，需要包含人力不足或經費不足，那需要我們來聘請包含的一些臨時的一些包含社工師心理師來協助跟幫忙之外，我們也都經費的部分都會從優來給協助跟幫忙。議員陳怡婷希望1億2000多萬的修復經費會當100到位，也要求將學校建築做一個總體檢。同時，立委陳廷輝更建議中央制定校園校舍安全檢驗計劃，讓學生會當安心來學校上課。台南新聞記者林根採訪報道。